感谢苏比哦，咱继续来看导演在不定的后生，嘛是基金会董事谢庭环受到邀请去苗栗县图书馆演讲。也毋过伫演讲进前哦，承办人员发来讲伊靠老爸伫饮就通食一世人。虽然承办人员回信咧讲伊发唔对人咯，也毋过谢庭环哦是非常的不满，就是立场。早期县长佮教育处长嘛拢出面回信咧，嘛讲已经处罚相关的人员。演讲进前收到来的信息，了后马上直接离场。这名讲师是谢庭环，是翕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的后生。11号受到苗栗县立图书馆的邀请，以为空中看台湾为题演讲。但是演讲进前收到县府市城申办人来的信息，内容是写到齐柏林导演的后生30岁，靠老爸伫饮就会当食一世人。齐庭环当下是唔敢相信，当场退还演讲的费用，说明原因了后离场。事后也伫咧面册表示，这是我这几年来上感觉侮辱的一届。当下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说，但那时候因为就是像刚才讲，其实就是心里会觉得很委屈吧，就是说一直以来为父亲的理想跟志业去做拼搏，对，那还是会被这样的质疑。其实当下确实也可能是我修养还不够好啊，那个情绪就波动比较大。苗栗县府15号暗时赶紧发布声明致歉，市城申办人疑似误传信息，但是个人的言行已经造成讲师感觉无欢喜，深深抱歉，而且提出请辞。教育处长甲科长是即将致歉，强调申办人的行为是相当的无适当，也无适任现有的职务，同意请辞。承办人也认为是他自己的错，所以他也是跟我们提出了请辞的这样的一个申请。当然，我们也有督导不周的问题了哈。那该怎么样处分，怎么样调动哈？那我自然会这个后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处理了哈。造成齐先的这个不愉快，再一次表示深深的道歉。县长总统前先伫咧16号半暝伫咧面册致歉，也受访强调县府有督导不周的问题，后续会来纠正。齐庭环是强调，希望这代志到这为止就好，让外界关注的焦点倒转去基金会伫咧环境教育顶悬的努力。记者苗栗台北报道。